谁啷个考饭时趁热去？你自己去。哎呀，你讲你是中啊，肚子一定空得很，那去吧。还是留几个大妈去吧，我还要去耕地，先走了。哎，谁啷个？明天我来帮你讲洋茶。好。哎，桂兰，这兵荒马乱的，你可要多加小心了。你放心去吧。哎。请你4杯坛茶。哎呀，刚刚好啊！这，哎，你把别个10岁中见我心胆能气冲，逃开金山你恶作孽，4次杀狼龙，心太凶狠。你都只好被发来的，苦子小梦2岁已得病，虽不必过必外因，你得病外因我错怪了你呀！大姐，你慢慢的好吧？来。多谢，壮士你不问大姐，我已经3天飞在金山了啊！哦，那这块烤饭是举清长鸡？哎呀，壮士这皮是不好吃的你，好吃好吃，比山珍海味还要好吃你。哎呀，壮士你怎么了？哎呀！可听阴云马的声，半夜大贼去到深
下4场。是。四下无色。喂，方才可有人经过此地？鱼呀，鱼男鱼女，鱼老鱼小，鱼高鱼低。小的啰嗦！一个戴草帽的情景，可曾可见？哦，可是个长是模样的神。啥？他往哪里去了？他早许往那边去了。走，是。妈！下来！下来！你。一起下雨伞。你有王子的草帽，乱杀夫妻。是。俊逸，你不能生气，我们村里神仙他这个金银水。俊逸。是一个水管，杀他个撇脚不入。是。张氏，你快出来吧，他们都醉了，你快出来吧。多谢大姐救命之恩。张氏，你大难不死，必何福？用我之杀，我定当从中报恩。小女子我不图报恩。哎，遇恩不报非君子。请问大姐，此地何处？你与家务方面，家里还有何人呐？泪水轻轻上家去，小女子心脏脏手。名什么？小
慢，此路须放精兵追尾。那便与长路拦道，扶交扶贼，有时候同将你在。咦，道路也可这走，道路张氏带我来送你过江。好啊！试一试大小怎么样？哎，咦，刚刚你身上怎么有血？真的戳到了手指上。哎呀，你男人家大手大脚的，补什么补益？来，我来补。回来，叫你公，叫你母，样样叫你来照顾。
众你随行。请早人进宫随风。两位大哥，哎，向你打听个人，你们村有没有叫张布兰的姑娘？没有，没有，只有春兰、秋兰、冬兰、桂兰，就是没有张布兰。哦，那你有没有见过一位这个皇帝的姑娘？对，举个皇帝的姑娘，大哥，我听都没有听说过呀。这到齐了。去那边看看。对，前面看看。新王登基，众你随行。请早人进宫随风。水老哥啊，你可知道这个张布兰他是谁吗？他是谁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桂兰，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就是我。桂兰不然弄出一个字是冒名顶替，要是做了石头的。不，水老哥，3年前我见过一个年轻壮士，他说受报恩，对他用了个假名叫张布兰。他说受报恩，许布兰插大旗为表记。啊，那皇帝是不是要把你接进宫去的呀？接进宫，当我上边做先生，对凤冠彩阳杯，问你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当然高兴。也要飞。
罪吃了？要查要查！哎呀，不然一查，那皇帝岂不是要把你接进宫去了吗？皇帝当年亲口说过，张家称哪家出不兰大计，哪家报恩。张家称家家出不兰大计，人人忘恩，岂不更好？好，回来去来！牛来，你们快来！来呀！你们快去，你们都去不来查大计。不来大计，你有什么好看呀？不是出好看，是当今皇帝啊下的圣旨，哪家出不来大计，哪家报恩。啊，有干好的事体啊！果然既是不会开玩笑的，我们都去不来查大计。你们快去！咦，水狼哥，你家也查吧？哎呀，我家哪有不来？咦，把我这块也查上吧。好。张家称家不来查大计，皇帝的恩臣一大批，既坏了元老爷，再到从来传到西。老爷，你来老爷，你来老爷，你来哎呀，功名心中就家名，想不到不兰插计，一把计耶，想不了7岁也8岁。门院当家，啊呀当家，啊呀玉苗鸡玉苗鸡。哎，老爷，来呀！要将9家恩人统统请到这里。是。喂，姑娘们，快出来，我们老爷有事情。来呀！有9家恩人都已到了吗？都到下。你叫张不兰，你也叫张不兰，我是张不兰，我是张不兰，我嘛也是张不兰，我嘛也叫张不兰。哎，太爷，什么不到喜啦？皇帝报恩有哪个宝宝啦？是呀，要宝宝啦。来呀！有将9家张家的姑娘统统一位衙门3靠了门，当进牢门。慢！袁太爷，你这什么报恩？这分明是强抢民女嘛！
冒领忘恩，严正不得。哪家出不来，哪家报恩？这是皇帝当年亲口说的。口上不平，与本会不乱作证。八块不乱，何以作证？我来问你，皇帝当年是怎么逃生的？上在陶洞底下，后来又用陶洞做贼渡江。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来，就将恩人请上座，请随下官一礼。快点上来，快点上来！快去外禀万岁，叫他来报恩总乡亲。哎呀，恩人啊，我区一个员官，我遇见的皇帝呀。那，就将恩人已经找到了。那钦差大人那里话，侬自家去讲吧。哦，来呀，有去就将恩人即叫为夫。是。回来。谁老公，我会回来的。恩人，请。老夫人，请吃。哎呦，侬说多。恩生啊，侬今年几岁啦？19岁。19岁呀！哎呀，因为阿囡啊，真好个大年。你是几时生的3月初3。我是2月初3，刚好比你大1个月。侬啊，与恩生结拜姐妹，拜伊几呀？啊，快去呀！此次牛女高攀，姐，你分最的，我喜欢你这个妹妹。我也寻住了姑娘嘞。哎呀，我跟老爷当了18年的7品芝麻官，以后啊，就拜托你这个官女儿嘞。老夫人，我不想进宫。刚好是的，侬不去呀？我不去。真的不去呀？真的不去。姐，还是到我房上去坐一会吧。走吧。来呀，老爷，出去禀报钦差大人，就是九江恩人接到。是。要论杀头是头的。小妹，我女孩玲珑剔透，美似玉，万岁一见。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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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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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谢了。哎呀，事不过长，急不再来。哎，我把阿孬喊出来啊！哎，阿孬，来，阿孬啊，你的红运来了。娘要侬代替不来进宫去，就得家生配王爷。哎呀，母亲，女儿的去将生梦里去定哎呀，女儿啊，中原好事，喜愿做到，不足奇。风花大花，风里大里，松下黄连，时常花飞。雨墨文字送飞尘，到头来关起纱头还是情。阿孬，侬不要总是只想多余里，侬不要怕吵那怕路的，少年年子初登基，定得侬啊，要快要爱，要欢喜呀，哎呀喜呀，哎呀要欢喜。当那子不做皇儿，做贵妃为父今年可做。他是冤，我做我的丈母娘啊！剩下金毛眼为哪里啊？生子父路不团，谁团用啊？谁侬啊，凭啥一向小声？为啥今朝闲话不听娘个了？哎呀，母亲，哎呀，女儿啊，你要是再不答应，为父我，哎呀，为你跪下了。清茶大声道。插进。大声。看见沏茶大圣，免礼，谢大圣，同手。谢手。贾子渊，在居家恩人在哪里？哦，这位就是酒家恩人。大圣啊，侬在这里，在这里。见过钦差大人，不怪恩人请坐。请问恩人芳龄虚度19层。哦，3年之前，恩人还只有16岁，今做出如此巾帼英豪之事，佩服佩服。不知恩人是何得举王子的呢？哦，大圣，我来对讲。当年王子无奈，自九江恩人将王子葬于道东地下。道东地下，对对对，
做王子过江的。原来是此，难怪我也被蒙骗过去。蒙骗哦，没有蒙骗，没有蒙骗。那，这里还有8块布来为证。请问恩人，当年王子落难，死后当办多少年方？20将军，一个讨男人模样，身上带着什么？你在仓库做什么？伯伯请君款款的女风光啊！哦，甲子园，大人，尽管冒名顶替，欺君霸道，来呀！有。将甲子园拖下去斩了！大人，你是什么？此事与我爹娘无关，全是小女子图得荣华富贵，想要冒名顶替。谁要自在，小女子已承受哎呀，大神啊，整个恩生不愿进宫，这才几条妹妹到此玩呀妹。是啊，姐姐快来，姐姐快来！大神真是耳聪目明，一言就看出我是个假的。如今我将功赎罪，还你一个真的姐姐去吧。见过钦差大神。此人一副面酸相，此人相识在何方？分明当年引兵神枪为号，身里边我军王朝，两张真是他，也是他，有好龙长征送不降，小慈悲我须提防，要让他不进皇宫，进牢房。大人，请大人为兵反水，小女子我不图报恩，我这就回去了。慢，你既然来了，就走不得了。我是皇帝的恩生，你管把我怎么样？你不是恩生，是财神。我身在何谁？陶东地下妙不推服，你将王子藏在陶东地下，分明图谋害首，又用陶东作贼斗强，妄想把王子淹死在江中，二次害人，罪不可饶。你颠倒还把我要是非，我要面见万岁。此心放下。本卿上正是奉旨作闹，才万归案。来呀！有。叫张布兰押上他牢。冤枉！甲子园，在大人，方才布兰据王子之旨，你都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你回去告诉你的女儿，从今以后，她就是居家恩人张不兰。哎呀，大圣啊，小哥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杀人灭口，方成大事。与本钦察所知，你还怕什么？明日一早登城进宫。大圣啊，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龙争大瓜，快点红，快点红，月草红，迎君风，迎君风。龙追青兔进雷衣，神在西子梅沙中，神在西子梅沙中，梅沙中，梅沙哈，无名小众，且跳你的红天大炮！哎呀，万岁真是好气力，遇到是今日今人，万岁胸怀万里，须为这次一面吃炮的高招啊！还不是你老爱卿上在我的耳边唠唠叨叨，朕差点把3年前酒驾的事解放了。万岁胸中于民，谁不我失信于民，真不愧是一代明君呐！启禀万岁，酒家二人张不兰到，夸夸有请。遵旨。万岁有旨，请恩人张不兰登龙嘴上玉。领旨。前万岁！恩人夸夸有请。龙章所供，我见亲。长脸到上。
众乡亲来到万岁身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要三思而言。是。啊，两位爱卿，你们歇歇去吧。臣告退。啊，恩人，时光流逝，一别三载，不知恩人一向可好？托万岁洪福，万好。古往今日大悲美举，请恩人登龙舟赏月。谢万岁。人好久了，后宫之中没有一人比得上你哟。是此，小女子再敬万岁一杯。好啊！万岁，请。恩人请，恩人啊，上上迎香二杯酒，心头意暖难放。想当年桃童作水土长红，你上水做枪抛金人，一层风，几层浪。浪花水，把你我的衣衫先湿透。你怕我犯下罪，双手派你见土难不觉心。
范三，你看今晚的月色多美呀！哎呀，美绝了！只可惜不远。哎，月儿虽不远，恰是半路半场，别有一番滋味。哦，月儿高照有心声，三当音乐神应心。你我与愿来相逢，双双拜月结情景。他把我当作不来遇情人，看来此情气暖心。望明定天南长去，不是设法操他身。好恩生，你怎么不拜了？来！哎呀，万岁！小女子不配。哎，只有你与朕才是真正相配。大拜过月老大人，朕立即封你为贵妃，从此与朕朝夕相处，永不分离。哎呀，万岁！小女子随之愉快。哎，什么愉快富贵？只要是真喜欢，就随之不亏呀。哎呀，万岁！我有话要说，讲，我怕万岁同怒分财。哎，朕对你如此喜欢，你就是错了。朕也绝不分财。此话当真？君不是也。哎呀，万岁，你可知道我是谁？朕早就知道，你就是你嘛。哎呀，万岁，我究竟是谁？请你仔细看来。你又是毋庸插水，梨花带雨。哎呀，越看是越美呀！万岁，可你想到哪里去了？朕想你既然来了，就安心地留下吧。万岁，安生多饮几杯了，来，待朕扶你安睡。万岁，小女子实在是冒名顶替。我有心将他当作真，他偏要向我吐殷勤。眼神耳目，将子成。
万岁一番升金瓦，官渡茂名的提升，总以为你是御朝廷，因此我常常想来苦迎亲，总以为万岁面前色神话，君将轻松称良臣，你方能生终身与父文才，君父喜宴从举定，万岁呀，宝剑多杀宋小女，看是我三女两难聪明伶俐巧言辩，句句洒耳成古今啊！世上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停参心万意才是真，才是真。上水切腹小美人，一场戏尽莫当真，谢万臣恭喜万岁，贺喜万岁！在请这夜半三更，你来做甚啊？万岁宣导此次天子国色的薄家女子，老子带来恭喜贺喜呀！哎，老爱卿，这酒家女子是赵爱卿找到的，你怎么可是说是选来的呢？我看你呀，实在是有点糊涂了。啊，是啊是啊，是有点糊涂了。想当年，是这等是花寺院的大家闺秀，跪在刀卡之下举人，欲用刀刀作罪，图万岁顾家。老人我确实有点糊涂了。老爱卿，你可知道女他18变啊？哦，可是这三寸金莲到老不变呀！你万岁呀！历代道家四平堂，留下家的业无方，遇到是他虽不忘这精神，创新莫对就一上。万岁本领监狱，事关民心，真朝纲，重信用，谁胜利，天下百姓送君王，张不兰就收银不进宫。更须把
言辞有理，朕明日就派曹司令为湘南行官前往明贼府查访。万岁，一臣之见，这贾不兰到底是谁家的女儿？这曾不兰不知下落方，还需查个水落石出。哦，来请言之有理。明日你陪朕一起前往。朕知。专家与最杀神，最杀神，西皇不定请先生，西皇不定请先生嘛，我到最后来为我行。先生，请。老爷夫人，绍兴民女长官先来了。哎呀，快快有请，快快有请。是，先生，请。张官先叩见老爷夫人，免了。先生，请坐。谢受。宽先生年轻风流，这一行倒是管得少啊。一生是一般张官先为师，却只算来嘛，已逾8个年头了。哎呀，放心放心，放个神仙，哎，算得怎么种种遇上啊？哦，不知老爷夫人是出自款项，还是算命？哎，我相信算命过。哦，是男命还是女命？是女命。请报年刚8日。今年19岁，3月初3。哦，后边也上过。19岁，那江月女也是19岁，莫非？哎，先生，侬算啊？子丑寅卯，生子父位，生于小，嘿，19岁属兔。是非冇出头的事实，待我照明着说。是此老爷夫人。
香，要快年香见分享。哎呀，先生啊，我嘛官子少嘛，银子么好送两个。是个，夫人啊，还是请另爱出来，仔细宽赏一下。先生啊，小姐在闺房见闻一点，这面相嘛就免了吧。我看这人啊是请不出来了。先生啊，啥个不得了？侬上了去哦，上了去，上了去。此次老爷夫人啊，侬坐，侬坐。风云都变上9岁，又到金马城梦想，错配了金龙冠又图三副相康张红娘啊，若云相向探透明，19岁命中见阎王。快来请你公上是他们的娘。不是不是，哎呀，夫人啊，我这是在说明，你们不可以不信，也不可以全信。哎呀，先生啊，我相信侬，我相信侬。我个阿囡啊，真的钞票进侬包肉土。哦，夫人，你在先生面前说不得半句脏话，快快从这将来，待我替你想一个补救的办法。哦，哎呀，冤子冤，那个就叫一声长不了，皇帝要把他。莫非老爷你？老爷你从中做了手脚，没有，死了一个调包自己。没有，谁个？这事情啊，快到我阿囡个心里啦。看来张不兰的香楼，他们一定知道。侬叫几算命，发觉几个呢？不能说啊！啊，夫人，现在张不兰他在何方啊？他也在牢。哎呦！哎呦！先生啊，这张伯兰嘛，当然是在张家村种地了。张不兰您是王儿娘娘，带我前去替他算命。哎，慢！恰是为何？这张伯兰与我女儿年纪近晚，早已嫁了丈夫，连儿子都有了。我已经替他年资计量，替皇上谢了恩了。哦，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夫人，万确千真。老爷，何事？禀老爷夫人，朝廷钦差一道明奏，要老爷速去接他。还以为不是老翁，说是来找张保安信的。老爷夫人，那不是老翁，乃是我的师傅，请老爷夫人容我一见。好，用你们客厅相见。多谢。张伯信，师傅，你说的怎样了？果然不差你的所料。意料之中，不足为之。哎呀，只是可惜呀，可惜。可惜什么？可惜张不兰已经嫁人了。你相信了？贾子元说得于白云岸，不为于家来，你我一同为敬。晚走。哦，我要带万岁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藏风之地。藏风。
快吃吧，还有点热气。我不吃。啊，你不好吃，有的吃就不错了。谁让你是朝廷请饭？请饭？什么叫请饭？啥？侬啥叫请饭就不晓得？请饭啊，就是皇帝要做那的谁饭。天哪！天哪！还有啊，我怎么了？累了。
苦，让我见上一面。非亲非故，你是他什么人？他是他的丈夫。喏，多谢了。亲爹，跪了，跪了，跪了，水郎公，水郎来看你来了，水郎公，水郎相亲谁爱情谁老来自身被诉情。情深从见面起翻雨涌上心。我与你青梅竹马共长大，十指抱，终身在玻璃飞。谁知我深夜淋雨进牢房，平白无故遭遇。再不能与你逢面做心意，再不能屈手参根共神宽，留下皮娘孤零地，拜托你手多照应。
秋水，见不到贵人见可惜，异乡用我心愁塞。朝廷请问，要定死罪，还还什么香？这个你就不懂了。不该死的人，说不定还会借此丰盛；该死的人，说不定一朝毙命。这就叫将士所定，边关莫测。桂兰，不知老翁看想的也是这样说的。你快叫这位先生宽上一下。啊，你要宽香？先付银子。银子，付几岁呀？靠生吃生，靠老吃老。哎呀，你这是团长枉法！啊呸！你是什么东西？尽管关起我来了。告诉你，要是皇帝老爷来，也得照办。说得好，说得好，那我就上你副根去掉。啊！哎呀，你有种，你给我等着！这位姑娘，你心识明白，家住何方？远远去，可否讲出来听听？说不定还会逢凶化吉。先生，我的香，你可也是没有用的。恰是为何？先生，有人恩将罪报，被他受了死了。是谁谋枉法，冤枉了他？须是那个夺命的皇帝老儿。哎，当今皇帝乃是神理之君，一国天下，他岂会做出这以怨报德的事来？这千古之冤，正是那个没有良心的皇帝我所为。小小成都与皇帝本来相隔天与地，这因为3年就难找地契，他仓皇逃命到张家去。我三生往事将他举，要将我生辰要报恩做别离。历来3年复阴信，我时刻把他挂心底，期望他到家临终深爱人，期望他帮我抗敌早胜利，分得他平看功成等大志，说不出心里多欢
为是平华富贵我不托，指望他做个好皇帝。谁知他配身来报恩，倒打一把报恩义。说什么他同上身举行哦，说什么他同做罪为恶意。可怜我好心去生生情爱，受尽折磨，等死之。马皇帝不分可人上天里，一把刀把我要死的恩将对方门天亮。人世间救人不可救皇帝。谁老哟？冤枉！这天大的冤枉，在人间恐怕是审不清了。审不清，一定审得清。请问这位小哥，你是他什么人？林叔阿哥，我来问你，你管不管去到明州刑官大堂前去告状？什么？去行政命案告上？告谁？难道去告皇帝？不，去告那真海之冤，定能分清冤枉。哎呀，这高官的长子有谁管写呀？我信。皇帝替人写上字，你照理的一次，但大宝剑真太远，推两官子去见子，皇帝的恩人曾死去，千古奇冤，应该责。王法条条真空分，要把权臣言参说。先生，这上字有用吗？有用，一定有用。这是真言不输的天下第一场。先生，凭这张上字，这官司一定能赢。你就凭这张上字前去告上，这是还审不清冤枉。那皇帝还治什么国，还立什么法？此次我与你看得了。水老公，水老公，去吧。归来，我醉了。水老公，小心！多谢先生有你相助。不然，你再哭了，医生，你来看。张氏，对呀，我就是3年前你在川口救下的那个张司机，司机，我已是皇帝了。赵警察，是你派来的？对呀，哎呀，你怎么派他来？哎呀，不然赵志斌乃是朕的心腹之人，报国功臣呐。明知府姓爱是谁？也是曹钦曹。三老公就是想他去告上帝。对呀，三老公，三老公，不了，你
去参军。不来那一别三载长思念，待着你半块不来自疆场，十字房登记报恩接连理，有谁知真还愿送来家娘，我为你不穿龙袍穿不衣，我为你家父算命是茶房，我为你用心良苦来团结，我为你老房子比写书房，心宽大当去汉元真是我嘿，你青山上天亮，张成北京你情我永欢相这八方大灯我好冤你叫谁啷个也去告上，岂不是把他去送死吗？不然，那赵子斌乃是朕的心腹之人啊！你怎杀他的本策？不，你可知3年前领兵追杀你的是他，将我定为钦犯，当时死牢的也是他呀！不，天下相像之人甚多，定是你认错了。不是我认错，是你糊涂。谁啷个此去告上杨氏不愧九死一生，侵犯谁胡说相君呐？不然，这是与道理。娘娘啦，你尽管放心，不知之后你就是当今国丈啊！这短命的张伯虚，害了我百死。徐大人到，他来做甚？有请。哦，徐大人，赵大人，徐大人，他家光临，有甚原因？哦，两位大人免礼免礼。徐大人不在今天一次，千里迢迢报到这民居，不知为了何事？赵大人
遭到救驾恩人，万岁龙颜大喜，他已答新贵人喜愿有道，龙吉善。那你呢？哦，老朽跟随而来，神道款找大人，不知明罪冤家错案，甚得这样了。配天行罪，与愿必死。大圣有甚结果？必有冤情。此次请示大人同生。哦，那老朽就向赵大人领教了。奇怪呀！哦，请甲子园一道三道为师，岂不热闹？哦，升堂。来呀！呀，带击鼓声上堂，击鼓声上堂。冤上告人新的名岁家字何方？镇黑院张家村点水郎，上告何人？上告镇黑甲子园。他胆刁民，尽管上告朝廷命官，给到何才？大圣，玲玲，大人，甲子园心中不足，亏心事，何惧半夜敲门声呐？张桂兰是你何人？是我的未婚妻子。甲子园有何人之语，一一说来。青天大圣永庇。女子冤长，三公堂，千古奇冤事。
所受的居家恩人，心照明罪。长归来，贾思远，在你奉旨行造的居家恩人，心照明罪。长不了。殿贼郎，你听清楚了没有？同姓不同名，万险两过神。哎呀，大圣，张桂兰就是张不兰，张不兰就是张桂兰，只因他知恩不多报，便用了一个假名。可有神真不真？当今皇帝就是神真。哦，他本刁民，开仓荒野，竟要犯罪作子，伏法伏天。来呀，有将天水郎放下去斩了。哦，哈哈哈，慢来慢来，赵大人凭这一句话就定是人，这三不条王府上可找不到这一条啊！徐大人，你与他有亲非亲有故，非故，非亲非故，因我为他受我啊！哦，赵大人，你与他与罪否则有冤，负冤。岂无罪有冤？为何凭一句话就定死人呢？这个啊，他诬告朝廷命他无理取闹公堂，有子这般的逼婚妻丈夫，人臣立该列斩。哎呀，操！连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吾日三刻结账要喝这一杯断对酒，吃这一味断对吧？赵大人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连这一点都忘了的？也罢，将天飞浪暂且压了下去。是。哎呀，大圣，冤枉呐，冤枉呐！水浪哥，归来救你来了。贾子元，张不然怎么还没有死啊？我水下流尽了。他单点藏公道，他让我乱棍轰了他去。是，且慢，衙门不是开，有冤告上来呀！子，你小女子，你心生明谁上告何人？小女子心脏命归来，上告皇帝。哦，反了，反了！尽管上告皇帝。哎呀，错了错了，赵大人你听错了，小女子所告之人定是西王明帝，小女子是也不是啊？真是，小女子，你因我上告皇帝，慢慢讲来。他是用笔。言而无信，悲我名誉，我你不随。
就是一生。因与我归来，救他命，临别时，他杀谁必报恩。我家去明章过来，我都怀用家米，花开花了3年后，恩将仇报七杀神，七杀神，保护我恩大东方，金水送我进了门。冤家错案实在害人，公堂之上，叫我少娃小心了。大圣，二高皇帝立法不正，公堂不公，他把不配。叶水郎，你愿上高兴开府，恰落得愿高变成太高层，官贵相互太美丽，朝见神明太多恨，愿上天愿酬家仇，聚愿心仇，恨更恨。冤家错案实在害人，公堂之上，叫我少娃小心了。三高皇帝糊涂透顶，中间不分从容传承，大大保天下之愿，推了万事令我恩，论成啥子守公堂，公堂胜了地獄門，大堂上父親節，為我公堂再回來要把恩怨生情。公堂上是边风雨，我幸完成了被当神，小汉乱人谢元英，当机立断，自何根？张桂兰逃出牢房，毛领万恩，来呀！有将张不兰拖下去斩了。是啊。张桂兰所告是真是假，你该向万岁问个明白。是他神本配天行罪，犯罪于此，其上方报歉，你就是吏部尚书，也休得查审。来呀！有将张不兰拖下去斩了。是娘娘驾到！哈哈，阿暖一来啊，我就可以衙门透气啦。娘娘到来，可以以驾乱跑。真假相逢，试问更加热闹哦。真人面前，看他们是何文样？参见。
见娘娘娘千岁，并身谢娘娘。娘娘来得正好，张不兰冒你之命将水告分，还望娘娘设个清楚。是啊是啊，娘娘一言定生死，就请娘娘一句话啦。真的没说假，假的没说真，请娘娘指点迷津喽。谁真谁假，邵大人心中早已明明白白。哎呀，对呀对呀，这早就明明白白。可是徐大人还有点糊里糊涂，还望娘娘说个清楚。是此，那我去查实了。我是皇上御封的新贵人呐。那他呢？他是皇上的居家人。女，姐姐，徐大人，我看他们都是假的，插手。曹大人。你可知她是谁家的女儿？不要，不知。是你一岁操办，定是你自己女儿冒名顶替的吧？哎呀，大人啊，她不是我的女儿。贾云律，贾志远是不是你的父亲啊？他说不是，也就不是了。好啊，原来是个冒名顶替的蒋娘娘，与我一同拿下了。谁过？我情匆匆，上宫
地方。我就是要在这公堂之上为乱臣贼子甩名字。江夫人吵闹公道，与我乱棍红了侧去。曹子明，万岁！万岁！你们都是真的幸福啊！孤王的救命恩人受牢他当上不犯春天冤枉，王法条条成公分，千古奇冤谁公道？谁公道？都是真，亲情全人为众生，还不清全身，两面三刀出心肠。掌柜难藏高皇帝高德好，还请了解定解放参相光。今沙里上必须上小用谁安身就要谁当下过来据我性命为我自己为下上才我忙心咱要匆匆走方学情臣在。将这帮乱人贼子与朕拿下了。臣子。娘娘救命！娘娘救命啊！王道几色自其上，放在大小金身上。皇帝要去民间女口月宣天，金丝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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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五姑娘娘上轿，请五姑娘娘上轿，请五姑娘娘上轿。万岁驾到！请恩人为夫。恩人，万岁，我得坏了草帽，气坏了红兰，醉坏了地界小路，我想进宫。哎，杜兰，朕亲自来迎，岂能让他空脚而归？二十
了主管，仅有张桂兰不接往情，都是高父两界甚至为好。陈国一子怎也不必勉强，是爱情本在传旨下士约外民间女子参加，约定参奏龙门花轿，佩戴凤冠牙杯，大侠官员见教娘道。